大家平安。这条是2007年的考高中的题目吼，互你一个时钟，还有长针甲短针，毋过数字完全无吼。就问讲，即马是几点几分？吼，要安怎来处理？我先确认一个代志吼，就是大家对时钟有啥物款概念？吼，譬如讲，若是一般是有数字的迄种，吼，若是请你画3点半，你的长针甲短针会安怎记？会记倒位？长针就是记遮嘛，六即个所在。啊，短针你敢会安尼记？袂嘛？吼，3点半你知影哦，短针会记，差不多是安尼，会对即个所在。吼，安尼是3点半。好，所以咱来看3点半，这30分的部分，看短针就知影嘛。对，所以讲今仔若是无长针，敢若互你短针，我嘛知影，大概就是3点半左右。所以看短针就知影，即马是几分。好，有这个概念咯。好，啊，搁确认一下，就是短针，譬如讲短针若是为3行到4。会行偌久？一点钟嘛，一点钟60分，好，无问题吼。OK，安尼来开始。所以咱来看这条好，短针是记这个所在，好啊，因为咱知影嘛，拄则有讲，短针若是为遮行到遮，爱行60分，好，啊，遮内底有1、2、3、4、5格，好，所以一格行60分互5，就是12分。一格行12分，啊，短针是为遮行到1、2、3、4，行4格，吼，所以行4格就会行12乘4，48分。所以即马是几点？我也毋知，毋过我知影绝对是48分。啊，过来，若是知影48分了后，长针会记倒一个所在。我搁画一个一般的时钟，吼，就是有数字的。吼，若是即马问讲，48分，即马是48分，啊，长针会记倒一个所在？长针，吼，48分长针会记，就是9甲10中嘛，差不多是遮，对无？吼，伊会记即边9甲10中，吼，所以咱来看即条吼，长针记的所在是9甲10中央，啊，因为时钟是正扣的、正细的，吼，所以9甲10会安尼写，即边是9，即边是10，安尼。好，我就顺续继续甲写完咯，所以9、10、11、12、7、8，好，时钟的数字要写咧台，拢知影。好，所以即马是几点几分，真简单。好，短针是记即边，所以就是10点，好，10点48分结束。